观众朋友，大家晚，欢迎收看新历6月13公司第几台的暗新闻，我是曹欣。咱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大家嘛绕境伫今仔日深更1点，因为接触对外兵器无细蕊，及着民众所致电器无啥元素攻击。高雄市一间学校规办30位学生所15个家属路边甚至发烧，到卫生局紧急检验这学生。健保署公告8大种医疗器材，民众家己贴价卡，会定金额上悬的制限，这样措施延后起行。第一条消息，高雄市一间学校规办30位学生，所有15个家属流鼻甚至发烧，但卫生局紧急检验，这学生会带先对武汉肺炎甲流行性的感冒这部分落去化验，结果上紧只2天出来。国内武汉肺炎疫情转好，暗过高雄市后园所出现，好亲像是上呼吸道群组感染，卫生局赶紧对外说明。起因是在于6月9号有一名学生出现了上呼吸道症状，在未戴口罩状况之下，也没有主动的去停止上课，那跟着班级活动，整整1天之后呢，在6月11号跟6月12号就陆续出现了相关的个案。这学生伫6月7号出现家属流鼻水，隔2天共班5个学生也有同款的症状。6月12有9个学生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卫生局伫当日尾暗接到通报，13马上针对2位发病学生采检送验。目前卫生局疫调发病个案，无旅游史、接触史，也无接触高风险对象。不过因为全班有30位学生，有15位出现症状，侵蚀率有50%。已经要求全班爱停课，有症状人挂催安减少出外，进行居家自我管理。因为武汉肺炎目前已经有将近60天没有任何本土病例，所以我们都会针对这些病毒做检验采检。那会今天晚上可能会先针对武汉肺炎跟流感部分先做检验。疾管署表示，流感腺病毒甲一般的感冒拢会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已经优先检验武汉肺炎甲流感，检体结果上紧1天到2天会出来，也呼吁民众做好基本防疫工作，唔通太过紧张。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健保署公告8大种医疗器材，民众家己贴价卡，会定金额上悬的制限，这站引起医界不满。卫福部长陈时中就伫今仔日下晡邀请医界代表来参与，但会议结束，陈时中宣布这项措施延后起行，卖伫2个月内搁再召开会议，打合共识。健保署定期公告8月起，将对8类拢总352项健保查验特材定收费上限，所引起医界反弹。国家惊动总统蔡英文出面，请行政院长苏贞昌、卫福部长陈时中协商处理。健保署13邀请近40位反对加支持的医界代表表达意见，也落过暂停采关门会议，引起争议。医疗兵坚持公开透明，以手机直播，也毋过半点钟后，就和教唆污秽人权抗议关掉直播。这个应该就是摸头大会。执政当局他可能他已经有他预设的立场，那他只是今天他要表现出他是很民主的，所以他会弄一个类似像公听会这样子的程序。除非医材定计数上限引起医界不满，甚至传出蔡总统医师后援群组有真侪人退群，表示蔡英文不得已亲自出面拍会，爱陈时中搁协商，也毋过反对声音未细，尤其私人病院代表、新港病院副院长洪祖琴表示。病院本业拢咧衰退，查验医材是病院收入的一部分，也毋过也为医疗团体对健保署政策表达支持。是支持这个政策的，推荐一个差额给付的产品要自费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帮助医师减少一些道德焦虑，至少他不必跟病人解释说为什么医院是收这个价格。这个特材的这个所谓的它的利润，本来就是在我们营运收入的一部分。突然间就疫情才刚结束，那就被拿出来检讨这个部分。当然站在我们的立场，会觉得是说好像有点情何以堪的感觉。对政策感是会暂缓，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会广纳各方意见，若果讨论无共识，不排除召开1班以上的会议。会议结束后，陈时中宣布完定8月7日上路决定延后实施。我们大概就希望2个月内能够再召集一次会议，对我们今天所定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方向，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更具体的方法，然后再来谋求我们的共识。
主妇查验得知，包括人工水晶体、心脏瓣膜，拢总有8类352项，包含其中收费袂当超过上限，估计有接近9成医材需要降价。也毋过伫即波医界反对声音，将重新检讨继续上限项目，继续收集各界意见，避免匆忙上路，再度引起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大甲妈伫6月12日暗时11点起价，当绕境队伍经过中华关的时，因为接触对外兵器无细日吸入民众，随后一阵穿乌衫人士攻击，双方面起冲突。针对这件代志，内政部长徐国勇大力谴责暴力，并且指示警察依法处理。这怪乌衣人冲击大甲妈绕境队伍，出手拍人，双方爆发激烈冲突。这阵乌白拍了后，乌衣人拼咧走，现场全部被民众翕落来。代志发生伫13透3点外，绕境队伍经过中华关大村乡中山路时阵，30粒接触队伍甲在地阵头发生冲突。警方赶到现场时阵，闹事乌衣人已经离开。这是大甲妈绕境中华第一场庙会烧派事件。大甲妈祖绕境队伍里面的36执事，那因为在行进当中跟民众发生碰撞。因而产生这个纠纷，相关涉案人员我们目前已经掌握，而且带回依我们刑法第150条来做侦办。大家丁南江表示，这场冲突不是因为抢救所引起的，不过天气热，少年人火气大，在地阵头相关人士事后已经回失了。36是无注意小可，刚好甲围到，他小可去甲围到。年轻人嘛，比较人讲火气旺盛，他也要透过人来说对不起。内政部长徐国勇也指示，无用分暴力行为，要求警方依法处理。就依法处理，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我再次的强调，我们这次妈祖的绕境，我们弄给他不要专教然后呢，也不要去触摸神教，然后我们要保持我们防疫的 SOP 的基本功。高岗8暝，大家丁南江妈祖绕境11暗时11点起价。每年伫中华民生地下道抢救进行无看到，妈祖乱桥也提早伫12下晡5点外通过中华民生地下道，13下晡4点外就到婚姻赛里大桥，速度比以前近2-3点钟。按算暗时自驾复兴宫。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中国北京佮代表武汉县瓦金社会群组感染。新增加6名患者落马去到新发地市场，为了控制疫情，北京紧急把市场关起来，4B11个社区隆重封锁。过后1年至3年继续停课，旅游团体、体育比赛隆重动点。真济公安普警进驻原本应该是真闹热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气氛真严肃，不止停止进口海鲜、各类肉品，所有进出过市场人员全部要隔离进行核酸检测。因为12一天北京都标出6件本土确诊案例，拢有新发地市场的接触史。这些病例均有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活动史。通过采集确诊病例相关的外环境标本。有核酸检测阳性报告，对1940名市场从业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在新发地采集了517件样品中，有45人咽拭子阳性。官方研判可能是接触污染的环境或者是人员被围掉，也强调无排除出现触发病例。另外，病毒来源传出新发地批发市场董事长丁玉石向媒体透露，一地切进口三文鱼菜点顶悬检测到新型冠状病毒。三文鱼来自北京市的经深海鲜市场，北京也采取严刑措施，新发地市场甲周边11个社区拢封起来，追查病毒来源。针对新发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结构复杂、疫情扩散风险大的特点，紧急于6月13日30起暂时关停市场。跨省旅游团、体育赛事等暂停，未复课的小学1、2、3年级暂缓复课。为防止疫情搁重来，北京严格管制，下礼拜要复课的小学今年继续停课。市场附近3间小学、6间幼儿园也马上停课。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美国武汉肺炎的疫情是世界第1严重，不过各地有关开放经济活动，历史为着病症的人数搁在增加。打上无3个州的新病例创一日上济纪录，现时美国得着武汉肺炎的人数超过209万人。
纽约的街仔路有真侪店家恢复营业。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上严重的国家美国，因为各地陆续复工恢复营业，和疫情有个拓开，甚至是病例汹汹增加的状况。其中，佛罗里达州、南卡罗来纳州、甲俄勒冈州，在一天增加确诊病例，拢创下一天增加病例新高。不过，政府却认为疫情无这么严重，强调未停止经济活动。On the so-called spike, I spoke to our health experts at some length last evening. They are saying there is no second spike. Let me repeat that. There is no second spike. 美国总统川普要为19开始恢复竞选活动，准备头一站到奥克拉荷马州。不过，川普的竞选团队说不爱测有可能引起群组感染，要求要参加的人就网络登记签同意书，讲爱家己承担感染病毒的风险，未使控告竞选团队甲活动的单位。因为乌人事件引起全美国抗议，真足歧视。虽然真济州政府要求民众减少集会，不过迈阿密甲西雅图依然有民众组织和平示威。非洲所一寡歹徒借着抗议活动，拢入去商场去抢劫。若是连锁的咖啡店星巴克正正用违反服装的规定做理由，经济员工用 BLM 黑人的名，嘛是名活动的衫，也是配件，受到外界批评。星巴克嘛伫12日发表声明，表示会设计甲发出25件 BLM 活动的衫，互员工支持活动。记者林世彤整理报道。北美洲讲煞，观众朋友，咱来看南美洲。伫南美洲这边，巴西的疫情上界严格排伫美国尾后。巴西因为武汉起案不幸的人数超过47000人，但公墓已经无够收买遐死者。控制着过手，巴西上大公墓为了福尔摩沙公墓的职员，甲旧的墓仔堡挖开缺骨了后，准备甲挖出来空间用来台为着病毒过身的人。过去1个月以来，逐工挖的墓仔堡数量已经增加1倍。Porque as pessoas falam nada assusta sepultador, né? Mas hoje o Covid ele assusta, não só o sepultador, mas também as nossas famílias. Isso é triste, muito triste. 南美洲的新冠病毒疫情继续拖，疫情上严重的巴西，因为这几天感染病毒的死亡人数，逐天拢超过1200人，和累计死亡人数冲破41000人，超过英国，成做美国以外全球感染病毒死亡人数第2高的国家。而第二过去半个月，逐天增加的病人有3000到6000人。为了防范疫情，首都圣地亚哥实施强制封锁令，禁止民众伫暗时外出，佮动用军队伫各地路仔口清查路人佮车辆。El esfuerzo se ha visto incrementado producto de los resultados que hemos visto evidenciados en las últimas semanas respecto a la cantidad de contagiados que se están presentando día a día. Entonces, producto de eso, que los controles se están transformando un poco más rigurosos. 若是尼加拉瓜一直讲，因的疫情无严重，在疫情流行4个月了后，依然无实施隔离，甲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Actualmente mueren 3, 4, 5 en los barrios y ya se sabe que es el coronavirus, aunque digan que es otras enfermedades. 是的，尼加拉瓜报告确诊人数差不多1600人，死亡人数差不多50人。不过民众所抱怨政府无公布检疫人数，无法度知影国内疫情的状况，要求政府采取防疫措施，阻止疫情继续拖。记者林世彤整理报道。看倒转来，咱台湾来关心政治的消息。韩国瑜已将近97万张同意票，和高雄市民罢免。支持韩国瑜的团体伫今仔日去到总统府头前办活动，讲要对不公不义来讨公道。现场民众开言，讲要罢免执政党的立委，包括陈碧维、黄捷在内。针对这件代志，杨国昌认为罢免若是为报复，毋是民意，是未得到高雄市民的支持。推翻这个潘英文诈骗集团，好不好？好。民主监督联盟总召集人黄正中号召100万白衫军士民上凯道活动，原先表示要为韩国瑜讨回公道，并且悼念过身的高雄市长柯坤元。也不过因为韩国瑜无支持参加，现场人数共是500人。黄正中批评国民党对柯坤元过身无作为，不排除退党，到底高雄市长补选。你国民党，你是在野最大党啊！你这样怎么还有资格当在野最大党呢？如果国民党派不出一个好人选，我们可以来推荐第三势力，推荐庶民来选高雄市长。
现场参与的民众话打倒蔡英文对蔡政府相当不满，阁靠有不少人为韩国瑜抱不平，所以决定参与报复性罢免。台湾基政治会单别会议时的议员黄捷、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拢被点名，只会在网上抹黑人的这些议员和立法委员，尤其是执政党的那些立法委员跟那个议员，应该要罢免。我想黄捷在高雄市议会的表现有目共睹。那这种基于报复式的方式所展开的罢免，我相信不会得到高雄市民的支持。不过，将认为报复性的方式展开罢免，被得到高雄市民支持。同时，呼吁台湾社会不应该沦为相同标准，应该建立制度，禁止所有代志参选。也被行动点名罢免的单别会表示，这款新闻会对民众造成困扰，阻碍台湾进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代理市长是由杨明珠接任。杨明珠伫今仔日电报宣誓就职，伊表示市长室会搬转去数位行政中心。后礼拜一开始，早起8点的会议开复，要求市府顶下新竞选着加护案。高雄市长的补选伫8月15举行，国民党这边高雄市议员李雅静代兄弟今仔日电报表态参选。高雄市长韩国瑜被罢免结束536天任期，那也3人因代表党来参加补选，除了台面上被点名归位。高雄市凤山区选出的议员李嘉靖13早起开记者会，明确表态投入高雄市长补选。对于高雄市民的一个使命，代表着国民党雅静要来参与这次高雄市长的一个补选哦。李雅静的爸爸也是资深高雄市议员，家族心境地方基层，伊发出国民党中生代无闪避权利，呼吁党内有议员同志斗阵来争取。国民党籍新北市长侯友宜提出3条件，希望国民党应找出少年有创意、接地气的候选人。希望快速的找出年轻、有创意、接地气的候选人，积极备战，不避战不畏战，全面迎战。中选会公告罢免案通过，同时宣布8月15市长补选。国民党批评中选会故意提前1个月减少在野党准备时间。国民党副秘书长谢龙介批评民进党过度操作，民进党高雄市党部主委赵天麟反驳，并是上帝视点，也希望国民党应借这个机会培养在地人才。参加了罢韩国家队，现在又来一个补选的国家队，不要以为说8月15号就是投票了。你这么急着干什么？不需要再动辄用什么国家队来进行污蔑国民党都应该把它视为是一个从在地培养人才的一个契机。民进党呼吁国民党唔通卡袂着，就用国家队来批评中选会。国民党除了明确表态李雅静、高雄市前财政局长李良坚、高雄市议员黄孝庭、蔡金燕、黄碧林无分区立委吴基丁，也拢是讨论到真悬的竞选。国民党党中央10次中常会会讨论高雄市长补选定调办法，授权党主席确定人选了后直接定调。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关心政治，嘛爱实践正义。台湾大学伫今仔日举行校务会议，学生会提案建议学校整校园转型正义小组，要推动转型正义。不过，这站是予校务会议的代表投票判决。台大学生代表向学校提案，建议成立校园转型正义小组，予台大校友批评目的是为免拆除。台大知名地检报警监门园学校23举行校务会议，最后以24票赞成、109票无赞成，后决学生会提案。就是认为这个成立这个小组就是一个斗争，然后就是一个制造纷扰跟混乱。这样的问题其实累积至今，更造成了台大内部长期的许多对立。学生会点名未少教师对转型正义欠认识，前回会议中有教师用猜测政治斗争的想象来看待议案，也有教师伫讨论阶段就要求直接表决，认为这显出台大师生欠公共讨论的能力。提出这个停止讨论动议的老师，他最主要的论点是说，这个转型正义都已经是有法律规范，换言之，他认为说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在学校里面成立一个这样子的组织单位做这样子的调查或认定。台大校长管中明表示，提案虽然无通过，不过学校有愿鼓励师生进行学术研究，让校史更加清楚地呈现作为未来编写校史的重要依据。记者综合报道。
6月是毕业的季节，不过因有咱国业的头榜边界管制，有来咱台湾读册的外国学生要调伫海外，敢若通用网络经过镜头参加毕业典礼，那遮的外国学生当时才会当入境。教育部表示，要等待行政院参与才有定案。来自非洲生活第年王子班克斯来台完成硕士学位，参与时间大学毕业典礼，强调真爱台湾。也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只有弟弟陪同出席。欢迎校长。清华大学毕业典礼现场，无论老师、学生拢爱挂嘴暗防疫，也不过嘴暗头生创意，应清代专属的鸟形。另外，伫阳明大学，更加邀请17年前30多年毕业校友，电池学上台补半岁。那时候。1半以上的同学没有参加，我那时候也没办法参加，所以今天真的是圆梦。也有台湾师范大学毕业典礼，有12名海外毕业生，因为咱国边境还未解禁，无法度来台参加。其中1名留生1名港生，就透过视讯及时连线，才会当线顶参加。我们还有许多因为疫情无法来到现场的毕业生们，他们在世界各地与我们一同参与今天的毕业典礼。疫情也冲击出国读册的台生，教育部就提出境外台生转学方案，只要台生就学的境外地区被主管署列为第3级旅游警示国家，就当申请转学回来台湾读册。希望政府跨部会赶快让他们用类包机的方式让他们赶快回来。主要是针对在境外就学且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学生所规划的学习衔接措施。那录取的学生呢？预计是在109年的学年度的第1学期来入学来就读。目前近3万名中华生无法来台完成学业。国立大专院校67位校长联名致函行政院，呼吁将境外生列为头一波稳准入境的对象。教育部由原爱单，疫情中心甲行政院评估才个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人是真喜看棒球比赛。1962年，咱台湾社会也无电视通看时，棒球迷拢是听广播员用台语放送比赛的状况。不过，国家1989年中华职棒成立了后，比赛普遍拢是用华语来转播。现时台语真罕得听，有影无彩。今年咱公视台语台就要放送少年棒球比赛，是用台语来转播，就是要呈现当时的光景。穿过了二垒方向向外野来走，二垒即马有人。今仔遐伫咧球场，过来讲球，把握每一届出赛的机会。华南金控杯全国少棒锦标赛4强赛，13伫咧台南市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正式登场，包括桃园市、台北市、高雄市甲屏东县4个队伍来比赛。公司台语台是邀请专业的体育主播和球评，用全台语播送分析比赛。可能有人听日语习惯的老一辈，少年人去美国的用英语习惯啦。有人较早听布达人、富达人用华语习惯啊，所以三者阮会兼顾。透过这个棒球的运动，互因知影团体的精神，甲迄个守法的规矩。用台语关心野球，其实早伫咧1962年，台湾社会也无电视进前，球迷就拢听广播人员伫咧电台用台语播送。不过伫咧1989年，中华职棒成立了后，赛事就拢用华语伫咧播送。此后伫咧野球场就拢听播用台语转播啊。以咱古早上早先是胜利广播电台。咱即马少年拢毋知讲古早野球、棒球，竟然是用台语咧放送的。不管是安打，一球拍出去，穿过了道边的外野。或者是中外野盛大甲海保路接条咧，公司台语台6月13、14透早10点甲下晡1点，伫咧电视甲网络转播，要带观众朋友登去英国用台语转播野球的年代，也帮未来用母语播送体育的大赛事，会使真做是事上的代志。记者阿敏金、张玉水台北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报。北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6度；东部这边上加26度，上悬35度。外岛地区上加27度，上悬32度。
先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惊破声的蠓仔哥哥啦。咱今仔日要来大家介绍的就是我家己蠓。蠓汉字写作蠓，罗马字写作宝昂蠓。蠓本调是第2调，古早嘛有人读作蠓。蠓仔家族内底就有一寡名声歹，佫会胃病歹亲情，亲像厝蠓仔内面会画日本脑炎的三斑家纹，会画天高节的白线斑纹、埃及斑纹。斑纹伫台湾民间嘛定互人叫做花骹蠓，家纹嘛有人讲是厝蠓仔。阮阁有一种足够人缘的冤亲，伊住伫山顶真细只，足爱甲你对调调。若定着会足上足无爽快，伊就是乌尾，嘛有人叫伊乌须蠓仔，也是乌金光。明明就毋是蠓仔，煞号一个蠓仔的名，拍歹阮的名声。人讲饲鸟鼠，家宝地，饲蠓仔，树人火。佫会为着天高节，那真正讨厌阮遮个人缘的亲情。教你一步，阮蠓仔的细囝叫做水鼠，也是使蛤仔虫，因一直爱活伫水窟仔里。俗语讲，使蛤仔虫死了变无蠓，甲蠓仔囝活的空间清调，自然因就无法度生存。变那读做变，变无蠓。嘛有无新的创意的意思，有一寡甲蠓仔有关系的物件，嘛会直接用蠓仔号名，像杀蠓仔的蠓仔水，熏死蠓仔的蠓仔香，阁有赶蠓的蠓术啦。古早神明的形象就是野蠓术啦。伫天顶咧行，所以野蠓术啦行云顶，就是咧讲人毋捌实务，干那讲理论，也是生活过了伤爽势，毋知一般人的辛苦。俗语讲，互蠓仔脚踢着，意思是小可代志无啥要紧。有时咱嘛会讲点点较无蠓，来甲人讲莫伤厚话。溜蠓、乌尾、水鼠、野蠓术啦行云顶，互蠓仔脚踢着，点点较无蠓。热天到啊，爱定定清厝内交积水的脚桶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台语台
咱的节目。